台北的主治病院有一名查甫护理师伫网络顶头压讲，这护理师伫开刀房内面会探病人麻醉无意识时阵，甲因偷翕赤身裸体相片，甚至伫因的身躯顶乱摸乱扫，佫会甲这相片放伫咧网络顶头。落尾警方去到护理师的宿舍敲，这位护理师也互依照妨害秘密等罪嫌移送法办，检方复审了后，因为无钱交保，该限制自己。为什么要抛网上？互警方送地检署面对媒体的问，为什么不逼康甲？为什么将病人私密的相片放去网络？查甫护理师无讲话，这台北主治病院护理师伫网络顶悬逼康，护理师伫开刀房内底探病人全身麻醉，以私翕或者是卡因的私密的所在，佮将来源无清楚的私密相片放伫网络。警方到病院宿舍查扣手机这证物，佮叫妨害秘密等罪嫌就办。是你拍的吗？到地检署，记者继续问相片是毋是翕的，伊海头否认。根据了解，检警定性的时阵，伊无曾经翕相片，也拒绝透露相片来源。复审了后，10万块交保候团，因为找无保，改做限制自己。我们也请新北市卫生局正在调查当中，那实际上的一个情况是如何？那还是要看调查结果，会涉及到泄露病人隐私的这个问题。不过整个事件还是要看调查结果。对这开刀房偷翕案件，卫福部长试水员感觉真含糊，用调专案牵涉病人温书这问题，已经要求卫生局1礼拜来交报告。台北主治是表示，已经启动调查，对查相片来源、翕的动机，和确认相片是不是伫病院翕的。清醒的时候就要跟病人做充分的告知，那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以后，才能够在手术的期间做这样的一个照相的一个记录，脱离我们的 SOP 的一个常轨。那当然，如果是脱离，就是严重的违反医事伦理。后边个人认为，亲像会健保或者是保险公司调换，或者是做病历资料，拢爱得到病人同意将翕相片制作档案，而且明显做别的用途，若无就是违反医疗伦理，也卡到医疗法、护理人员法，甚至是刑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